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最近学校嘅营养午餐因传出弊案，我强调采用 CAS 标准嘅营养午餐采购标准，有经常出现食材卫生唔合格嘅情形。故所以多年来提醒做宜兰、屯花莲也到地区有夜间售后，开始只能供应部分有机嘅营养午餐，希望本身人呢食得好、食得健康。因为又系用嚟做到嘅呢，来看俺哋嘅整理报道。教育界爆发如此严重的贪渎弊案，营养午餐近日接连传出有回扣弊端，有国中小的校长被移送板桥地检署配合检方呼吁涉案的校长自首并缴回犯罪所得。人数不断扩增，重创教育界形象。警方则是营养午餐的问题很多，按照以来遇到各种事，甚至连续传出营养午餐的弊案，事情还越闹越大。在营养午餐里面，为什么说会发生这么多弊案？因为我们把营养午餐太过简化，我们那时候好像只是小朋友饿了塞的东西一样，但是我们塞进去也是垃圾，还是营养，还是一个教育，甚至于说是一个价值。学校的营养午餐应该是一样的，但多年来开始有更加多的讨论和改变。新竹县富桥乡的复兴国小。从5年前起始，一本营养午餐每餐系吃饱天天。所以我身为一个校长，我开始在省思说，为了孩子的健康，为了环保，等等的问题，我们就考虑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所以我就跟我的团队开始在研议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有机午餐引进到学校来？复兴国小和有机带到教研度。一上嘅副区呢學校嚟參加，第一次研討順項嘅復協、復療、普課嘅4間小學，共同組成嘅有機營養午餐聯盟。食嘅東西食落都市當簡單，不過因呢本學生知道，食嘅東西會到挑攞啲度，都該上進，理想係你講嘅為主。所以我學校的做法部分哈，就分2部分，一部分呢，你看有機。相關的知識，呢個東西，呢個地方佢去生產用品，知道呢一般用化學品所生產出來作物又買賬。包括歐洲啊，他們已經檢驗到說，如果小朋友不好好吃這個習慣不養成好的話，不養成一個好的一個膳食習慣，其實未來都會影響到他們成人的健康，甚至是老年人的健康。那這一塊在歐洲，他們也認為說。這個所謂的一個醫療的健康的社會成本，如果不從現在開始，未來可能是國家一個很大的經濟損失。你去吃麵，你有看到那個豆芽是不是比較肥？有哈，明顯比較它比較瘦小。這個就有機的。打造送到復興國小做下食材，主要係台灣原住民族學研促進會，普羅農民去做嘅有機長菜。呢度夾有到關行嘅食材路空下，一道菜插都係查專研接受。以我們的了解，他們是從新竹後山那邊食材是從那邊，原住民部落他們的栽種來發配到我們這邊來。認證一下新竹縣嘅國小營養午餐嘅補助，一餐搶32元，係講有機嘅供應。將專門送到一個冇到130元嘅小學，根本唔拉成本。故所以設聯盟嘅成立，正經減少嘅食材運輸無嚴重嘅浪費。這個人力成本跟運輸的成本其實不小哈。那如果說只有福隆或是只有核心的話，因為小朋友少，只有大概100個左右，那這個單趟的成本就很高，所以我們希望結合我們附近這幾個學校，那大家一起來跟原鄉訂餐的話，那減少它的成本，它就可以能夠運作得比較好。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學校加入，形成一個策略聯盟校際之間的策略聯盟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唯有這樣做，才能夠真正去降低那個所謂的食材的成本，真正的落實節能減碳。就算按樣，
尤其食材嘅成本还系比均衡农法高出一度。尤其供应商还要对外募款来支援，赞助了勉强本业基建小学，做到达礼拜2、拜5食到全部有机嘅营养午餐。因为按药，当日食材需求嘅变化，都需要同详细把握。你一个礼拜吃几次有机餐？2次，礼拜2跟礼拜5。那有机餐跟其他的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有机餐是五谷做的，然后比较脆，然后比较好吃。福兴国小做成育从医疗来回算出需求，来严格的控管当日的采购量。我们每天在做的量的控制啊，就是尽量达到零厨余。我们不希望说给学生吃不饱，但是我们力求就是不要过多的浪费。那每天我们去登记今天的那个材料，今天的今天的厨余量，那去做调整。那就是从这一天一天去省，我想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数目。那常年累积下来的话，就应该就可以，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些平衡了。福隆国小在啲经验稀释，全靠共下来食饭。本国颜色就算因为食材无红药，饭菜也都在食枪车，冇存按多。现在全校共同用餐之后，我们只有1或2个餐桶，所以呢，我们可以完全的去控制我们用于饭菜。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午餐成本，所以可以把每1块钱都用在刀口上，不会造成浪费。从我们前门到我们的最后面墙壁，左边围墙，右边的围墙，总共加起来0.8公尺，8公尺。那可以养几条牛？1条。我说养2条只能吃8分饱，哦。如果是养1条呢，可以吃得比较饱。你看这么大的学校，能养几条牛？1条或2条，对不对？解决的经费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要让嘅本学生嘅了解，做乜嘅特禮拜仲係有1、2日要食有機嘅東西。像1日5年生嘅課程度，做安排嘅蘇拿邊環保嘅課程，本學生嘅了解，乜嘅按做溫肉粒，做乜嘅食環保會造成蘇拿不然大量嘅暫停。要吃有機食物，不要吃太多肉類，然後而且如果吃太多肉，要砍伐很多樹林，會破壞大自然還有地球。而且樹可以幫助我們吸收不好的空氣，如果沒有樹的話，空氣會很不好，而且吃肉會很胖，然後肉對身體也不健康。還學到盡量不要吃那改良過或是那些有撒農藥的那些菜，或是打過什麼藥之類的那些肉，最好吃有機的比較好。一條有關食啲東西嘅課程，唔係特別安排學業，係容易啲數學、自然亦係體育康健一條課程內容度。这个課程有時候它可能是在自然的課程裡頭融入，也許是在數學的課程，也有可能是在健康體育的課程裡面。我們上到這個距離的問題，我們可能在低年級的時候就搭配到這個食物里程的這樣子的課程來融入。教育的東西會讓學生有感受，有啲感受的就去掌握老佢的心，老佢的行為哈付出出來，所以你課程會讓學生有這感受，就是不知不覺浸潤環境，老師教學，你的課程的設計些，讓佢歸下大概融合在一起。學校一般學生嘅親屬一族，廚藝嘅代皮，中西菜營一條，甚至學校度一無合作社。學生嘅耳朵教研度，差唔多15到任何綠色的食物、老飲料。我們在推廣這個有機的食材的話，就是希望說學生能夠在
健健康康的一个环境之下来成长。那合作社的话，因为一般的话，像很多合作社卖的就是一些不营养、垃圾食物啦。那我们不希望说小孩子长期从小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成长。民以食为天嘛，然后孩子的健康是不能等待的。好，那透过一个有机的午餐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再加上教育的训练进来，那让孩子在知能各方面都深入深化，啊，融于生活，那才有可能将来确保他们成长以后，他们的生活模式、他们的饮食的习惯，所谓的嘴巴革命嘛，哈，那在小的时候把它建立好。就是这样子啊，你跟农户会怎样？会讲话，对不对？哦，所以啊，你们可能会因为这样，你常去买他的东西之后，你们就会变成什么？好朋友。变成好朋友哦，这就是农夫市集哦。好，还有。创样的想法，伫东部的花莲丰林白林国小，喺当地吃的呢。3年前，白林社区发展协会开始用走顺上课前的时间，义务的教小朋友有机种植的相关知识。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所以就是早自修的话，就是介绍这些有机食材怎么来的，然后跟一些有机的那些做法啊、种植方式。那等于说到午餐的时候，就让他们去吃这些东西，等于他们早上知道那些来源，然后午餐的时候就可以持续去吃，然后他们吃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哦，到底哪里不一样。透过这个，那最少他们愿意亲近土地、亲近泥土、亲近这个农作这件事。培养出一些独特性啊，我觉得目前来看是还蛮不错的。当初白林国社会学生的制作食到沙琪妈妈煮的好料理，有机的哦，面粉都是有机的哦，吃得更健康哦。好，今天吃完这还有再吃。第二，沙琪妈妈就用沙琪的面包叶。开始创意料理，有机叶含菜干烤肉披萨。就大部分都是我们这边的小朋友，都是人本装啊生意的，啊个还有男朋咧，他的，我们唔係咧，就用现最好的材料嚟做是炒嘅，最健康嘅之後，我冇講青菜拿材料嚟做。一个人会发一片披萨给你们，一个人发一片。好吃吗？好吃。那好吃，那个好吃，可以买来。可以买吗？披萨。那你这披萨谁做的？不知道，那个社区的阿姨。那他为什么要做披萨给你们吃？因为我们今天介绍，因为我们肚子饿。因为今天做嘅係有機馬東好食。那你平常吃的好高啲都吃的一样的菜。有啲好食，有啲唔好食。有啲嘅醬油，有啲嘅油葱，有啲嘅生嘅。當考試嘅係一樣嘅考場內有機嘅食材，特產嘢搶有100，有機嘅餐點亦係能夠倒出來解。白林社區發展協會一直試過提供小朋友有機嘅營養午餐，不過搶吃飯100就受到動態嘅反彈。可是后来有办过一次，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可是隔天马上就是被好几个校长约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你干涉太多了。我们营养午餐的机制就是这样子，就是全部花莲县机制就是这样子。那你怎么可以一个小社区就出来去干涉，然后去破坏整个机制呢？因为一下全花莲县的營養午餐係由縣政府全日補助，同時由縣政府統一發包。從豐年萬用地區，主要團身的包裝，啲豐年國小嘅組合做好，個送到特質學校，故所食材嘅管控也係由縣政府全權負責。因为我们现在午餐都是由县政府那边统一发包啦，那食材的控管部分就是由各地区的中央厨房来做负责。那基本上要求还蛮严的啦。现在做午餐其实不是很容易，其实他们的食物的品管部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老白林社區尤其推廣計劃受到困難來比，新竹縣117聯盟主要嘅推動者唔要高漲因為117聯盟嘅小學差唔多係803年嘅小學，才買嘅經驗唔大，
學校唔但唱做得出隻煙霾，亦較唔會受到團膳廠商嘅壓力。如果說用採購法去進行午餐的話，那我要做有機這一塊就會被限制，好，因為我們是一個小學校，而且我們的金額不是那麼大，好，所以我就要做一個所謂的全變，我就用採購法的第7條，就是說生鮮食品可以自己另外採購，我們用這樣來解釋。我太學校咧講，因為你這食材採購金額是非常龐大，其他學校會想為了用有機的食材，這點是金額龐大，必須你外包的程序一定來做到的。第一點是講，有機的單位農場裡頭有法度生產，日下去串做生產，按到材料本學校來做嘛，可能佢應付上方面嘛有啲困難，所以你是太早學校嘅係冇法度享受到你嘅福氣。不過，因為7年門的帶頭效應，新竹縣政府今年起實私人隨託串聯戶口作別的基研鋪的長菜產銷班，然後府區內6間國中小合作，明年8公里1003體的當歸長菜。目前的實際上將戶口的復興國小來配合我們的戶口的個產銷班來賣有機蔬菜，和做別是有做別的產銷班來供應5個學校，有竹北國中、豐田國小、新港國小、鳳岡國小、鳳岡國中，然後目前是每週預定規劃1天的蔬菜由這些產銷班來供應。不過，按樣嘅T3T社會供應計劃，使有無辦法涵蓋採購法的限制。新竹縣政府將做的協調，特別為產市的廠商優先來買採地的食材，其他廠係供應有機的食材，還較唔定乜個時節將做會多。大型的廠商如果有經過食材招標的部分呢，我們也鼓勵我們在地的這些團膳食材廠商能夠使用我們在地的農產品為優先，所以我們也會徵求這些廠商的意願及同意來配合這一項的政策的推展。我們希望就是說政府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採購制度，然後讓很多的學校和校長能夠有所遵循，而這個是有利於我們要做有機午餐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標準，非常明確的一個法令規範，或者是一個鬆綁。最離開復興國小的吳友校長指出，有機概念係無辦法唔從事的方向，學生嘅食的習慣和觀念應該限制住教起，係講教育政策，然後政府採購法無辦法適當嘅原因，可能會變作一道學校有機教育嘅主力。甚至有機營養午餐，也可能因為傳統者的離開來結束。